再来看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的主席众议员贝拉，有迪亚士巴拉特，因今仔早起未来台湾访问。这是台湾选举了后，美国头一个国会访问团。议员表示讲，因亲身来台湾，要来表达对于选举结果的支持。明仔载嘛按算要甲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见面。今仔早起，赖清德嘛接见美台商业协会访问团，伊搁再强调讲。上任了后，会来维持台海现状，守护印太的区域和平。正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甲萧美琴，二是伫咧总统府接见美台商业协会访问团，由前美国国务卿次卿克拉克担任团长。克拉克也恭喜赖清德当选，希望未来会当加强台美经贸关系合作。We wanted to come here as a sign of respect and support and pledge commitment to Taiwan and the future. 未来我将带领新政府团队继续坚定守护民主、维持台海现状与捍卫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赖清德向美国访问团重申维持台海现状的立场。在这个时阵，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众议员贝拉也有迪亚士巴拉特也来到台湾。这是大选过了第一个美国国会访问团。贝拉讲，因来的目的是要表达对台湾选举的支持，一个加强美台之间强烈的经济甲国防关系。另外，也甲总统蔡英文一个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见面。We are not endorsing Taiwanese independence. Taiwan is a province of China. 在进前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因为伫社群平台祝福赖清德当选台湾的总统，中国对此强烈抗议，甚至中府的官员也阁互相呛声。小马可是23伫咧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阵，澄清祝福赖清德的言论是具有礼貌。菲律宾依然是坚持一中政策，无支持台湾独立，也强调菲律宾支持和平，无希望发生区域冲突。记者综合报道。